新歌《是日戀愛》呢，係由作曲陳可為、作詞 Oscar、編曲黃兆明、監製舒文。今次同舒老闆合作呢，同過往嘅錄音其實都好唔同。舒老闆對廣東歌要唱嘅每一隻字呢，都好深嘅體會同埋理解。完咗個錄音呢，我直頭好似上咗堂速成嘅精讀班咁樣，拎走咗好多嘢，所以好多謝舒老闆。今次首歌，我覺得需要用一個故事形象化出嚟俾觀眾去感受呢一首歌，所以我揾咗恒仔做導演，編咗一個調音師犧牲自己嘅方式去成全人哋嘅故事啦。拍攝前一日呢，睇天氣預報都話全日都落雨，其實有啲擔心。好彩拍攝嗰陣冇受到落雨嘅影響啦。但係最後呢，一個景呢，係因為落雨嘅一冷一熱啊，所以令到嗰個燈膽呢就爆咗，爆嗰下呢，大家都嚇親。對上一次出歌應該係2024年嘅皮師傅啊，希望今次大家聽到我嘅用心同埋進步，多多支持。咁下一次首歌就可能好快有安排啦。近年多咗喺音樂劇嗰度發展啊，之後呢，其實想接觸多啲舞台劇同埋劇集嘅作品，咁今次都係出新歌先切身體會到實踐嘅重要性，希望嚟緊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可以俾我實踐下，同埋俾我見下大家啦，我咩都做㗎。